后来乡亲啊，另外一件中营航空的机师群聚的感染，总共是4个人拢来挖到印度变种病毒。其中一个技师，伫8月28有登去苗栗头份的老祖厝来探亲。同天的暗时，有到造桥的餐厅甲烘肉店来食饭。所以苗栗县政府伫下晡的1点半到4点，伫造桥乡的活动中心来办理快筛，筛大约200个人。详细状况要请记者李盈轩甲咱报道。盈轩，请讲。是的，主播，民众排着队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准备进行快筛。而这些排队的民众，大多来自苗栗造桥乡的民众，收到中央发送的细胞简讯，赶快来快筛。我是收到细胞简讯，中央你也是收到简讯才的。Facebook 也看到，就是赶快就来。民众会收到细胞简讯，是因为可能跟确诊者足迹有重叠，而确诊者就是长荣确诊机师案16120，在8月28号时曾经返回苗栗头份老家探亲，当天晚上还到造桥乡的餐厅以及烧烤店用餐。目前县府启动专案社区快筛，那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头份相关联的快筛。现在苗栗县府在5号到6号之间，已经在头份市筛检479人，全部都是阴性。7号下午1点半到4点，在造桥乡的综合活动中心进行快筛，预计有200人来筛检。那因为我们地缘关系，我们的造桥大溪村就指派我们的卫生局长来安排这快筛县府也指出，染疫机师足迹有头份市以及造桥乡，还有许多民众接到细胞简讯。但简讯匡列的范围时间很长，即便足迹与时间重叠，风险还是很低。简讯的目的是希望有症状再去筛检。这段期间，请民众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不要太过恐慌。以上为最新的状况，主播。